即國內呢有這無人機業者用俗價標着陸軍北軍團訓練用的無人機採購案，說表出講涉嫌使用中國無人機晶片、飛行控制棒等等零件，透過生產的方式想要來瞞騙軍方。結果軍方佇咧驗收的時陣，發現講這物件有問題，無納載採購價金，而且有含送橋頭地檢署偵辦。檢方認定講，這航建科技創辦人張東林含這合作廠商瑞陽科技的羅奕翔涉嫌犯着管法等罪嫌。法院在今仔日裁定張東林羈押禁見。國軍接續國際今年漢光演習，本島離島部隊用無人機偵察打擊任務照成果，國軍也繼續咧買無人機。國軍無人機業者航建科技去年用295萬，俗價搶標陸軍八軍團的訓練用無人機採購案，煞標出涉嫌向中國無人機晶片、飛行控制板等零件組裝無人機，想要混過關。軍方驗收發現異樣，無付錢，擱函送檢方偵辦。在115年8月11日執行搜索及扣押相關證物，並傳喚相關被告證人到庭。航建科技在桃園公司大門鎖起，這國內第一例國防無人機採購案涉犯國安法。檢方傳喚航建科技負責人張東林、合作廠商瑞陽創新科技技術主管羅奕翔，橋頭地檢署認定兩人涉犯違反國安法、詐欺處財避稅罪嫌。張東林被法院裁定羈押禁見，羅奕翔是撤回。針對特殊應用的這個場域，那我們可以讓無人機去試辦這樣的一個飛行的一個測試。張東林近年來導申國內無人機研發、推廣無人機教育課程，這擺技術透過抹掉原始3D標示，佮提出假的3D證明來規避驗收。那國軍接收這種無人機，內部恐也出現資安空旁，影響無人機作戰。那如果說他今天使用的是中國的電池、中國的這些相關的一些器材的話，有沒有可能這些電池頻譜會讓中共這一邊更優先的拿到？那我想這個當然對於我們的無人機作戰是有很大的一個威脅，不能容許有中國製造的零組件、控制元件、晶片在我們的無人機裡面，它不僅攸關我們關鍵的零備件的取得，以及相關軍事安全的考量。學者指出，業者明知軍方標函禁止使用中國國內原的產品，所以還安尼做，無怪除是為俗價降低成本，所以要靠軍方進行最後驗收把關。另外，認為國防部經濟部要建立更加嚴格招標、驗收機制，防止不肖業者透過生產地包裝紅色供應鏈滲透國軍。記者綜合報道。